告。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的生命经历。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领受，经验复活的基督，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复活的叙述，其他3卷福音都没有，也是耶稣复活的叙述中篇幅最长、最优美动人的。它的情节充满着深邃的感情和戏剧性，它的结构十分的精巧。开始的这两个门徒，他们灰心沮丧、满脸愁容、失望地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举步维艰地走上人生的仄境，这时候却有陌生人陪伴，聆听他们心中的苦楚，成为他们人生的伴侣。然后呢，借着讲解圣经，开启经书，使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到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强留这一位人生的伴侣，从陌生人变成人生的伴侣，说：“请你跟我们同住。”然后呢，这个人身份又改变了，从人生的伴侣变成家中的贵宾。可是这个家中的贵宾用餐的时候，却老不客气的把众人要吃的饼拿起来，剥开注谢了。这是主人才可以做的事。换句话说，他用餐的时候变成家中的主人，然后就在欢乐用餐宴席的时间，这两个门徒眼睛第二次又为之一亮。故事就在结束于他们充满着热忱，原本是沮丧灰心，现在充满着热忱。原本是离开耶路撒冷，这时候重返耶路撒冷，他们的心路历程从悲伤转为喜乐，从黑暗进入光明，从灰心进入信心，从离群所居返回团契生活。他们最终在喜乐、感恩、盼望、爱跟传播基督的复活当中，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所以这两人跟耶稣的关系也一再的改变，从陌生人变成好朋友，变成同心同行的好友，变成家里的贵宾，进入成为生命的主宰。所以这段故事里面，这两个门徒一路心灵的挣扎，其实就是在描述你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信仰的体验。那我们用4个来反省这段故事。首先，我们先来反省第一个以马忤斯。以马忤斯表面上是格留巴跟他的同伴的家乡。路加福音24章13节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庄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以马忤斯其实它还有其他象征的含义。第一个，以马忤斯是指着背离基督之光、离弃教会的地方，因为以马忤斯它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黄昏的时候走向西边，那是走向日落，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虽美，但带着惆怅，带点忧伤，因为黑暗将要来临。象征着这2位基督的门徒离弃了基督之光，他们无依无靠的离弃了耶稣所创立的信友的团契，他们失去了支持的网络，自我隔绝、自我封闭，就到那里。第二个，以马忤斯也象征着那个伤心绝望、自我疗伤的地方。
以马忤斯象征的这2个门徒，他们完全笼罩在耶路撒冷一连串惨剧的悲的阴影，他们既哀伤又震惊，所以他们受了太大的震撼，产生了创伤症候群，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个地方去疗伤，甚至在那地方舔伤口，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伤心地。他们辞职跟随耶稣3年半，结果的结局，他们以为跟着耶稣抬轿，有一天可以成为坐轿子的人，结果耶稣被钉死了，他们的前途没有了，只好回家去干老本行。请问你我有没有遇到伤心、绝望、挫折的时候，我们也想逃避，而伤心绝望，想去一个地方疗伤？这就是以马忤斯。格留巴跟他的友伴有以马忤斯，你我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以马忤斯。第3个，以马忤斯是象征着遇到复活的基督，生命被翻转的地方。这些失意的门徒到那里，结果却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所翻转整个生命。这2个人本来要逃回家乡，结果他灵命更新以后就返回耶路撒冷。你希望有以马忤斯的经历吗？十字架的事件，在他们2个人看来是失败，是羞辱。耶稣是先知，却是一个失败的先知。哪里知道耶稣的复活，就整个拨乱反正，成为得胜。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黑暗，那是看得见的黑暗。到了午正的时候，应该是大太阳，却是黑暗。结果耶稣承受了黑暗，打败了那看不见的黑暗，甚至于伪装光明正义的黑暗。中文“黑”这个字叫做玄，人生的黑暗里面暗藏着上帝的玄妙和玄机。上帝使基督反败为胜，我们在黑暗黝黑的日子里面，上帝也要扭转我们的生命，迈向光明。好，我们来想到以马忤斯以后，我们来默想第2个门徒的困境。为什么这2个门徒会离开耶路撒冷而去？他们在认知上有许多误解，以致耶稣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虽然口称耶稣为先知，他们以为先知就可以号召所有上帝的百姓，全力的为国家被罗马帝国统治来反抗。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个夹着上帝的名称，那更容易。结果这个先知呢，却被迫害了。他们不了解先知跟迫害的关系，他们原本看到耶稣大有能力，说话有能力，行事有能力，又行神迹奇事，所以他们都跟随他。结果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异族的统治而独立，他们希望幻灭了。请问这样的信仰叫什么？叫做自我中心、期盼落空的信仰。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前说什么？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什么吗？”使徒行传1章6节，可见他们跟随耶稣的动机不对，是自我中心，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国家有好处，对我的家庭有好处，我就相信，我就很敬虔。没有好处呢，算了吧，就不敬虔了。请问你我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当成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主啊，求你帮助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乖一点啊，听我的话啦，帮助我的太太顺服啦，帮助我老公体贴啦，等等。结果呢，期待落空，就说：“上帝啊，我信你这么久了，祷告那么久了，你还不听我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主，你我一不高兴就灰心失望，就说：“枉费我这么信任你，还11奉献。”
但耶稣的学生是这样子，请问你我呢？这种叫做自我中心的信仰，难怪他们会沮丧，因为耶稣基督不按牌理出牌了，不接受我们操控了。第二种是，他们为什么会沮丧呢？他们是选择性、消费者的信仰。这种信仰呢，专挑自己喜欢的相信。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过逾越节，看到不想信的，pass over； 看到不想信的都跳过去。有没有这种人？他们很像在自助餐摆上了这么多菜，专挑自己想吃的。对于圣经那些艰难的啦、难解的啦，算了，只想相信圣经的应许。那应许背后的付的代价跟条件，他苦不起，苦不起啊！这种基督徒真的苦不起，苦不起就苦不了，就许。你看圣经上有没有应许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何等尊荣啊！可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只想得荣耀，不想受苦。譬如说，耶稣的门徒彼得耶稣给他们期中考的时候，结果只有彼得考满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很高兴，就给他天国的钥匙。结果耶稣就马上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要复活。彼得听了啥得了？被杀？那我拿这个天国钥匙干嘛？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他拦阻耶稣，因为他有个条件：你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我就跟随。如果被钉死，那我可不干了。彼得这样子，2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也是如此。请问你呢？结果他们因着复活的基督，这两个，他们3个人都改变了。请问你今天要不要也认识复活的基督？你的生命来翻转。第3个，这3个门徒为什么会这么沮丧呢？因为他们遭遇挫折跟打击的绝望。前面2个是他主动的，自我有期许不一样，那算了。第二则是他们消费性的信仰，可是这个是他们真正遭受打击了。他们一被打击就失去信心，失去盼望。他们跟随3年半的耶稣，以为他是政治的弥赛亚、经济的弥赛亚，改变他的经济，改变他们国家的命运。结果哪里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我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骨可断，对不对？骨可折了，头可断。结果现在呢，活着没意思，算了吧。他们其实也是他们跟随耶稣至亲好友那种死的那种伤痛感。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以马忤斯这2个门徒一样，沉浸在忧虑跟成见中？成见的，不是那个会都成建中啊。我们活在那个成见、那个先见、偏见、成见中。在那里面光忧愁而无心与人交谈，结果自闭在他自己狭窄的胸襟中。他不愿意用信心的眼光看这一切，只顾足己见。所以他们对上帝所给的征兆无动于衷。对于耶稣就复活在他身边陪伴，觉察不出来，以至于信心薄弱、惆怅不安、缺乏方向感。好，请问以马忤斯是这样子，这2个门徒都这样子，那怎么办？我们来看耶稣。所以你看人会跌倒，看环境会灰心，我们仰望耶稣。好，那我们来看耶稣在这2个沮丧的门徒中，他扮演什么角色？第一个，耶稣基督主动亲近忧伤的心灵，跟陪伴伤痛的心灵。耶稣基督是人生仄境的陪伴者。人生有时候就像这2个门徒，突然失去了素来所盼望的。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救赎以色列就是他。”
你知道吗？以马忤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西方11里，他们走到村口已经平息了，11里到差不多现在的25公里啦，走25公里，所以他们应该是下午才起行，因为中午避开中午炎热的烈日，所以因为耶稣的死，他们伤感、失望、茫然，理想幻灭，一片茫然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这个伤心地。他们就开始谈论，他们虽然伤心，可是那个创伤症候群的人哦，如果我们的配偶或我们的家人死了，你知道吗？那个前后的1个礼拜，后面的1个礼拜哦，几乎眼睛闭着就是他死那一幕，不然的话，眼睛晚上一睡觉闭着就是他丧葬的那一幕，真的满怀愁容，然后越走越觉得太阳西沉，四周就越来越昏暗。那就象征他们的心情。结果呢，就在这困境当中，耶稣基督主动的亲近，不是他们找耶稣，是耶稣主动的找他们。耶稣亲近忧伤的人。圣经上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34篇18节。可能你认不出耶稣，但是他要亲近你。我们面对亲友的死亡，我们会感到难过跟茫然，但是耶稣透过许多人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节哀顺变。耶稣从来没有舍弃我们，在面临信心考验的时候，帮助我们更了解生命的奥秘，还有与主团契。好，耶稣不只是用陌生人这样漠然的陪伴我们，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满腹委屈伤痛的倾诉的倾听者。这2个学生满怀委屈、伤心难过、灰心绝望，但是隐藏在背后的这一位基督，他以陌生的同路人的身份亲近他们。然后耶稣就说了，耶稣主动开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谈的是什么事呢？”你有没有看见？耶稣主动，不但陪伴，而且聆听，而且耐心的聆听，引导他们先把苦水吐出来，吐完了以后，才开始耐心的教导他们进入真理。耶稣还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满脸愁容呢？”其实耶稣乐意聆听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埋怨、我们的悲情。一般我们一讲这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很不耐烦，说：“你又来了，你讲几百遍了。”其实我们才第1遍要讲，对不对？是不是？你又跳针了，你怎么讲来讲去都讲那个？所以人很不容易耐烦。但是耶稣基督，他聆听，他陪伴。其实我们以为耶稣基督离我们很远，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他没有离开，只是隐藏，他一直陪伴着，只是我们的眼睛模糊了，看不出来。我们刚才讲过了，十字架正午的时候，令光影转移，应该阳光普照的正午，突然遍地黑暗，因为圣父掩面不看圣子。此时此刻，圣子是背负世人的罪孽。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也会突然经历了风云变色，但上帝差遣众多的守护天使贴近陪伴，并且用圣经开导，让我们走出阴霾，不领我们经历信仰，重回教会的团契。好，耶稣基督陪伴，耶稣聆听。第3个，耶稣基督就解明圣经的奥秘。复活的基督不止聆听，还帮他们解经，不动声色的鼓励去看他们看全景。因为我们如果一伤痛、一灰心、一沮丧，我们就钻牛角尖，我们就只看那个小细节，然后并且把它夸大化，把它灾难化，甚至末日化，认为一切完蛋了。可是耶稣基督要他们看全景，从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知道吗？他们把犹太人最敬重的整本的旧约圣经，
从摩西五经一直讲到先知书，都讲解清楚。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耶稣，便要认识全部的圣经，不是一段圣经断章取义。所以我们要每天的读经，有系统的、全面的读经，而且在读经前要祷告说：“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不只看我想看的，也能够看出你的旨意，让我活在你的光中，并且行在光明中。”好，耶稣基督讲解完圣经以后，其实耶稣还有第4步，我们注意，耶稣等候我们的邀请，你知道吗？耶稣陪着这2个人到他家了，耶稣没有说：“拜托，我费了一番唇舌跟你们讲解圣经，你们至少给我一杯水嘛。你看这边水都没有，我自己带来。”不，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说：“你应该请我吃一顿饭呐，从下午这样陪伴你们，肚子好饿了。”没有，圣经上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路加福音20章28节，直到他们邀请他说：“请你住下。”你看，耶稣从不勉强人。那个有一幅教会有一幅名画，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耶稣在门外叩门，那个门外没有门把，那里面的人都在家里，里面的人才有门把。那耶稣没有去踢门、撞门，没有。耶稣等待人邀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正在你的心门叩门，等待你的邀请。结果，当我们邀请耶稣一进来的时候，耶稣竟然反客为主，拿起面包来祝福，剥开分给人。他们就认出耶稣基督。当我们让基督为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眼睛就亮了。换句话说，这句话里面说：“请你与我们同住吧。”我们要渴望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跟他密切的接触，生活在光明、希望跟爱当中。与主同在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步骤。我们要主动的把握时间，把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读经。有人说，愚蠢的人放弃机会，聪明的人把握机会，但智慧的人是创造机会。我们要效法这个2个门徒，每天都创造机会与基督同在，静思主的话语，然后灵修接触上帝，把一天的难处交托给主。我在这里插播，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安德鲁·卡耐基吗？不是戴尔·卡耐基哦，是美国的钢铁大王。他的员工从7个到了370个，到了1000多个的时候，他整个快崩溃了。他就问他的牧师说：“牧师，我怎么办？我员工这么多，我真的日理万机啊！我真的是这样子。”那个牧师说：“好，我请你读一个圣经经节，来打开诗篇第5篇第3节。”他打开了诗篇5篇第3节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在此警醒。”那个安德鲁·卡耐基说：“顾我点了听啊！”不是，你这一句话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你每天早晨的时候就起来，因为上帝应许，主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上帝既然愿意听你的声音，那你就应该向神陈明你的心意，把你每一天认为应该做的或者必须做的，我想做的都写下来。然后从这三个清单里面再选出最重要的10件，你今天一定要做的，写出来。然后你写完了以后呢，就把它怎么样，一件一件划掉，一件划掉。所以这最重要的，你只要做每年这10件，你只要做2件就过本了。你做2件呢，就等于有80%的效果，叫做80-20法则。你做后面8件呢，才20个效果，20%的效果而已。
他说真的吗？他就去做看看，然后那个安德鲁卡内基就签了$2000的美金的支票给这个传道人说啊，感谢主，现在你指导我啊，这2000可以做教会事工用。结果安德鲁卡内基说不用了，你收回去，你用了3个半月以后再说。结果安德鲁卡内基真的每天工作抓重点，只做那个最关键的2成的事，哇，他变成轻松起来了。其他就交代所有的员工，整个活起来。以前大家等他判断，他开始分工授权。他3个半月以后，哇，他就本来累得半死，变成容光焕发，跑去跟这个牧师就送他8万美金，8万美金呢。这个故事在读者文摘登过3次，中文的读者文摘，英文的读者文摘登过5次。读者文摘通常不太会重复啊，是不是很难得？那我今天把8万美金送给大家，我们来创造机会，与基督同在，行在基督的光中。好，最后我们来谈耶稣基督这样子讲解圣经以后，耶稣跟他们剥饼，从耶稣所做的动作，我们就可以认出来了。耶稣基督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你们吃。”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剥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流的。”马可福音14章22到24节。耶稣4个动作：拿起、祝福、剥开、递给他们。请问这是什么动作？是耶稣设立圣餐的动作。而这个门徒一听，整个眼睛就亮了。他们就令他想起耶稣基督的苦难。剥饼，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为我打破，流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的苦难，他的救恩，然后剥开递给他们。耶稣基督把他所受的苦难是爱的奉献，为爱而接受苦难，然后把这个爱传递下来。他们发现基督的受苦跟基督的圣餐是跟耶稣基督结合，他们整个就亮出来了。好，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最后要谈的是，我们如何经历复活的基督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用各种方式跟管道临到我们，让我们觉得心灵受感动，导致信仰更坚定。好，那第一个方法，我们来看，认识基督的苦难，参与基督的苦难，才是让我们经历了基督。弥赛亚并不是他们想象那一位耀武扬威的军事强人，不是政治强人，也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军事强人，他必须受难才进入他的荣耀。所以初代教会洞见这个奥秘，宣讲受苦的弥赛亚。苦难是基督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这个一般人没办法接受。所以因为基督的苦难是战胜罪恶与死亡，是打败仇恨与自私，是克服拒绝上帝反叛上帝的诱惑，所以他的爱又传递全世界。所以当我相信十字架苦难的基督的时候，我就相信那个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就成为耶稣基督晋升荣耀的阶梯。仇敌机心处虑的羞辱他，要除灭他，上帝却扭转乾坤，高举他，让他赢得至高的荣誉，完成了救恩的计划。换句话说，我人生处于暂时的黑暗，那个黑暗的权势暂时的猖狂，但我相信耶稣的大能跟慈爱必带来大惊喜。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承认说，基督徒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使徒行传14章22节。所以我们为主受苦，是参与基督的苦难。参与基督的苦难，就是参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勇敢的承担起苦难。陈永新医师有一次对300多个长老会的牧师讲，他说日本有一个行政长官，
他认为统治台湾人很简单，台湾人第一贪生怕死，怕死呀，怕死，所以用死恐吓他，就好好统治他。第二，台湾人贪小便宜，只要给他一根鸡肋骨，哇，他就是逍遥相吞。第三个，他说台湾人碰轰，碰轰是什么意思？好面子，只要给他一个芝麻绿豆小官，他就耀武扬威，欺负台湾人。这个日本这个行长官，我知道他名字，他是台湾整个所有国小的小学教育跟台湾的卫生所的创办人，对台湾贡献很大。可是他抓住台湾人性，所以那个陈永新医师是精神科医师他说台湾人真的没有救了，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你们基督教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他其实还是基督徒了。他说耶稣的十架，耶稣基督没有从十架下来，没有爱面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要怕死，整个生命会改变。所以今天的福音要我们去经历受难的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从苦难进入荣耀的基督，我们也要步履耶稣基督的后尘。第二个，行道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真实的信仰，善行使信仰鲜活。请问这两个门徒什么时候认识耶稣？是在聆听圣经的时候吗？有，聆听圣经的时候上面火热，是在实践，是他们真正在实践圣经的，就经历了信仰的真实。因为圣经上，因为他们来邀请耶稣住来同住，不只是因为日头平息，而更重要是他们听了神的话语就去遵行。因为日头一平息，前面就越来越黑暗，耶稣还要往黑暗里走，信夜要赶路，他们大可顺水推舟说再见啊，有空常来玩，谢谢你一路陪伴，谢谢你教导圣经，我们听得很火热，我们回来享受吧。没有，他们就听完耶稣解经一火热，他们不只听到还要行道，就为这个陌生人设身处地，前面那么黑，而且饿着肚子赶路，他们就强留他，真正的关心陌生的客旅。他们在陌生客旅分享食物跟居所的时候，普通的晚餐就变成被祝圣成为圣餐，他就认出这个人是耶稣。所以，我们真的关怀那弱势者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才有真正影响力。我们教会不用去迎接什么总统来怎么边是市长来这边做那个，不是做这个，是让行耶稣的真道。最后一个，透过读经跟圣餐，他们经历了基督。以马五世的路上，门徒亲自听到耶稣解经。耶稣的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阅读全本圣经。所以，我们教会的讲道虽然没有办法讲全部圣经，至少我们的读经员读的圣经几乎都是完整的。然后应用在他们阅读全本的圣经，应用在生活上，就燃烧起他们属灵、他们的心灵，加上领受主的圣体与宝血，使他们感动，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认出基督临在圣餐中，我们就团契在复活的基督里。所以我们的圣餐的礼文，我们现在用的礼文是旧的礼文，现在新的圣餐礼文是天主教、东正教跟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信义宗共同联合的。是什么？我们纪念基督的受死，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我们等候基督的降临。我们以前圣餐都谈到耶稣为我死就是这样的，好像在参加丧礼而已。不是，耶稣基督不但死了，而且怎么样？复活了。所以我们纪念过去耶稣为我受死，我们庆祝基督现在复活，我们盼望基督将来的再临。所以，我们都当作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都是在体会到耶稣基督的临在，重振我们的信心，活出了信仰。所以，当我们吃的饼跟这个时候，是吃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出进我们的里面，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最后一个我要提醒的是，复活的基督也临在教会中，正如他所应许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与我们同在，在两个情况下特别明显：一个是当我们宣扬福音的时候，领人信主，并且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请注意，受洗归入了基督的名下，这个叫做入门礼，入门礼而已。就好像说，假设我考上大学了，考上了去注册了，就是入门礼而已。我不能注册了就绕跑，我就开始学习。所以教会要变成门徒学校，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希望在9月的时候，我们做2件事。一件事是开制服艺人学院，让社区的人来共同学习跟成长，然后呢做福音的预工。另外一个是9月以后，我们想把教会调整时间，让我们11点到12点，我们有共同全教会共同成立的成人主日学，其实应该说全年龄的主日学，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不是当学生就当老师，不是当老师就当学生，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凡基督所教训我们的，我们就遵守，不是听而已，而去遵守。然后呢，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这境，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人生的悲情的时候，主，你倾听我们的苦诉；当我们前途茫茫的时候，你为我们解开圣经；当我们甚至我们绝望的时候，你为我们拨开生命饼。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你的恩典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聆听了你的圣言，我们也要一起来守圣餐。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也透过今天的圣餐，让我们与你同在。主啊，也恩待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一个灵修、读经、祷告的人，也成为一个每一天遵行主话语的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